好，大家好嚇，做個分享我自己一個視頻啦，跟大家點入戲啦。咁大家應該入一次咗之後呢，第二次應該有啲困難嘅，所以要珍惜第一次。你肯定條就冇做過就走咗啦。咁啊卡呢可能做2條啦，2條就唔識就走咗啦。所以有見及此呢，應該有啲家長或者係學生呢入嚟呢，唔係好咁，所以特一條呢示範俾大家啦。咁咧你哋自己啦可以去學生團先玩，係呢就會變咗好有挫敗感，錯過咗我設計呢一個嘅原意咯。咁正常嚟講呢，就未見過咁所以呢，我都盡量拍到先至再次啦，唔講啦。好啦，簡單嘅乜乜是中國是人口最多嘅國今日好。我應該聽得清楚啲。好，繼續佢啦，係英國行先啦。英國啦，英格蘭啦，意思和組 OK。如果對國家呢，世界好啦，不法國行先啦。咁啊，法國啦，係咪？呢啲打錯嘢嘅喎，我時候就修改下。咁我以藝術就稍後再 OK。好，我哋去第7條啦。好啦，慢慢入呢個句式啦。國家行先，德國是歐洲的工業國家。工業國家就可以啦。咁最基本呢個歐洲啦，有很多或者你錯呢，真係懇請呢大家呢WhatsApp 通知我喎，因為我哋可以啦出爾相助啦。咁咩錯啦？好，呢條呢應該係加拿大啦，以自然風景和楓葉呢聞名嘅。好啦，咁應該已經超過 Dave 啦，應該都係經過咗第2次玩啦。咁所以你哋學生都係一樣㗎，可以玩至3次。不過技術上我唔知點解你哋話有待去玩下。咁希望有新嘅發現再通知大家。你應該我哋要再研究。是有多種語言和宗教的國家。OK， 應該係呢個啦。完成晒啦，今次冇錯嘅。咁Day 2呢就攞咗7260，已經勝過咗8001啦，因為邊講邊教。邊慢我呢個時間呢，所以我今次呢都勝過我自己上一次，因為上一次雖然錯咗條，但係我今次呢，我係要邊做邊咁，所以仍然係啱晒嘅。頭先係錯咗條，而家啱晒嘅，不過跟我所以呢分數會好。希望今次分享可以幫到大家。咁我哋有一啲報去參與啦，個分析表報告啦，佢會睇到啲參與者你有冇答題啦，答咗幾條啦，啱咗幾條啦。我喺呢一個後台呢會知嘅。咁而家有4個人參加，大家踴躍參與啦，哋呢，因為你嘅參與率再出嘅熱誠啦，或者個攞熱好，亦都可以啦睇到你哋嘅答案嘅。譬如呢個可以睇翻呢個 Dave 啦，裡面係多數應該就啱喺咩人嚟？我哋有個平均同大家，咁我哋總共有200人可以參加嘅，咁有200嘅人就可以參加嘅，希望大家參加。好，希望你哋踴躍參加。OK，拜拜。